張。咁首先今日都好想多謝每一位入場支持我呢個演唱會嘅朋友啦，因為知道要入嚟去喺呢個時間去入嚟去支持我呢個演唱會，其實係一件絕對唔容易嘅事。咁所以都好多謝你哋大家每一位入場支持。咁喺今晚啦，我自己係一個好相信音樂嘅人嚟嘅。我自己都覺得音樂喺呢個咁難過嘅時段係可以俾到一啲力量自己，又或者身邊嘅朋友。咁所以我哋喺今次嘅演唱會都希望用今個 show 嘅力量去俾到大家有一個向前行嘅動力啦。咁以下落嚟希望大家可以起立同我一齊向今次意外嘅朋友默哀1分鐘。默哀完畢，請大家可以坐返低。咁以下落嚟啦，我就揀咗一首同我今次呢個 show 好似嘅歌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喺一個咁沉重嘅而家嘅時刻，可以揾到一個屬於自己嘅呼吸時間。Close your eyes, hey, it's me。 有多久未結識一晚，迷失與世代追失，太多的重擔，也許不必習慣。停不低思緒，有時捱到太累，我知吸一口氣，撫去你心事，讓我為你寫首詩，無端給指責，偶然頹喪，未很介意，吸一口氣，從心中找到冷靜，心聲聽到我來和應。希望喺呢段時間，大家可以俾到勇氣自己同埋身邊嘅朋友，可以手牽手一齊行過呢個難關。加油！希望大家努力。Thank you。嚟緊我就會帶大家進入一個阿張寫咗7年嘅一個音樂劇本。多謝你哋。天空悄悄越變越暗，風吹越變沒有指引，方似惡夢裏被困，荒山野嶺成你足印，赤子更深，全然墮進不幸，無數次沉淪質問的你糾正，重塑你冰冷的心，回看痛原是種福音。Everybody sing along，心內這段
歌咧，除咗係我之前喺創作嘅時候啦，就係見到新聞有好多不幸嘅小朋友，佢哋因為壓力而去選擇咗離開。咁所以當時我就創造咗呢首歌，希望可以俾到力量大家知道，大家就算幾咁唔開心都好啦，至少啊，起碼有我呢個唱歌嘅陪住大家行。就算咧冇咗我把聲嘅，我失聲都好，大家全場嘅一齊大合唱咧，其實同行嘅就有咁多位啦。所以咧呢首歌都係 for 你哋嘅 Dear Children。好啦，咁以下落嚟咧，又嚟到呢個大合唱嘅環節啦。相信大家都識唱㗎啦，嗬？開好聲未啊，你哋？咁啊嚟㗎啦喎！循環百轉那圈套，生死間千回陌路，遍停步，忘掉名字直到被問中鼓舞，在唱歌，樂與負緣自創造。邊個未啊？
第一次聊做啊。真咩拆開㗎？